预备区。大家好，我是3年原班李颖峰，精力充沛、活泼可爱，就是我们3年原班小不点的日常。接下来，请张大耳朵听听我们的故事。小农夫种了几颗白萝卜种子，其中有一颗长得好大，大到连农夫自己都拔不出来。于是他找了老太太一起帮忙，但是还是拔不出来。他们到底还找了谁来帮忙拔这超大的白萝卜呢？让我们一起聆听3年原班带来的 The Enormous Turner， 请以热烈掌声欢迎3年原班的团队。